紅磡海底隧道係往返維港兩岸嘅主幹道，又因為隧道巴士站鄰近紅磡火車站啦，咁唔少嘅新界東居民以前都會搭東鐵轉巴士過海嘅。不過隨住東鐵過海段通車，似乎明顯少咗人選用搭東鐵轉隧巴嘅交通模式喎。今日返工時間要過海啦，由沙田市中心出發去東區，就用返呢個比較傳統嘅方法啦。8.3喺沙田站搭東鐵去紅磡站，其實咧只係搭4個站啫，計埋等車都係20分鐘到。咁啊落車之後咧就行去隧道巴士站啦。沿途咧都似乎有唔少人係向住同一個方向行嘅喎。落到隧巴站就啱好見到咗02P啦。咁啊真係幾好彩喎！呢一程車淨係用咗11分鐘就去到北角消防局啦。總括嚟講咧，由沙田站出發去到北角都係34分鐘啫。而家返工時間喺紅隧口排隊嘅乘客咧，目測係幾條行東區走廊嘅路線最多人嘅，例如係去北角同鰂魚涌嘅102P、106A， 去電氣道同太古城嘅110。仲有直達柴灣嘅118，主要係因為咧搭鐵路要喺金鐘轉車，除咗因為金鐘站太過繁忙之外咧，去東區嘅話，其實大多數嘅車程都係未夠火車轉隧巴咁快嘅。咁你而家仲會咁樣轉車呢？留言分享下啦〜